炎炎夏日係乜嘢嘢驅使你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仲走出嚟戶外曬太陽？係愛，係熱誠，係特別中意放飛機，定係因為低空經濟嘅熱度，大家都想考下個牌照呢？咁無論係因為乜嘢原因，我哋每日咧都收到好多嘅查詢，去關於民航處呢個牌照嘅內容㗎。咁啊，接住我哋已經都開咗，我哋由2022年嘅12月開始起開辦到你依家，我哋儲咗好多嘅問題，同埋好多人對於呢個牌照嘅查詢。藉住以下呢個系列咧，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下，或者係講解下，究竟呢個牌照適唔適合你啦？牌照裏邊有機會遇到嘅問題啦，等等。咁啊，我哋而家咧就收到好多嘅 Q&A 嘅內容。咁啊，不如我哋今集就做下 Q&A，簡單去講解下而家呢個法例上面有啲咩嘢係適合你哋，又或者呢個牌照上面我哋要考有啲咩要注意，冇問題，我哋就開始啦。嗱，一般嚟講咧，考呢個448G 小型無人機令係適合一啲叫做已經有相關操作經驗嘅人士，咁嚟到咧去進行考核。咁如果你話你完全係冇飛行經驗嘅話咧，其實我哋係唔建議嘅。又或者你都要睇清楚究竟呢個牌照對你有冇需要，先至去考呢個牌。咁所以咧，正常嚟講，呢個牌照喺飛行嗰部分咧，我哋只係俾你熟悉下你嗰部機咧，然後跟住就考㗎啦。所以點解我哋會要求有相關嘅操作經驗？但如果你話真係完全冇經驗，又或者係真係想考定呢個牌照嘅話咧，建議你去揾一啲學前嘅訓練班啦，一啲我哋叫做所謂嘅雞精班，去練一練個操作先會比較好。冇錯，呢個係民航處嘅要求，喺我哋申請呢個進階操作嗰陣時，佢要求機手提供1年內嘅2小時飛行記錄。咁如果你係用緊一啲大型嘅牌子，好似係大疆咁等等啦嚇，咁你會見到佢牌子裏邊咧，喺佢哋嘅徽粒飛行記錄嗰度，可以攞翻1年內2小時嘅飛行記錄。咁你記住，唔好淨係諗住 cap 住第一版就已經 OK，我哋應該後邊一路將嗰啲咁多頁數裏邊加埋嘅總時數 cap 翻，究竟係唔係真係飛翻有1年內呢2小時嘅飛行記錄？咁啊，注意翻喎，我哋嘅飛行咧應該喺一個安全嘅高度範圍同埋環境之下去進行相關嘅訓練㗎。嗱，一般嚟講，我哋嘅課程咧係課時係30個鐘頭，會有20個鐘頭嘅理論同埋10小時嘅飛行訓練㗎。咁而20個鐘頭理論嗰部分咧，咁啊唔同嘅機構，咁佢哋嘅課程都係大同小異嘅啫。咁一般嚟講咧，都會有7個章節。咁啊，裏面包含乜嘢嘢咧？第一章我哋會講關於香港嘅本地嘅法例啦，法例上面嘅應用同埋要注意事項等等啦。第2章我哋會講關於空域嘅使用，例如有啲咩要注意啦，喺邊度可以飛，邊度唔可以飛。第3章我哋會講關於一啲叫單位同埋標準嘅轉換，就好似話我哋嘅飛行嘅高度啊、速度啊、限制啊，或者係我哋同一啲空管中心去進行溝通嗰陣時要注意嘅事項。咁去到第4就係我哋會講關於飛行原理，就好似話一部機佢係點樣去操作啦，飛行上面有啲乜嘢要注意等等啦。遇到飛行嘅事故，我哋應該係點樣去解決？咁更加重要嘅咧就係關於個電池管理，因為始終無人機咧對於電池嗰度咧係睇得比較緊要啲嘅。正所謂冇電就飛唔到噶啦嘛。咁所以第4章我哋會同飛行啦同結構去講比較多。第5章係大家最中意嘅氣象學啊，裏邊我會講下究竟個天氣啊、自然環境啊，或者我哋成日講嗰啲不可抗力嘅因素對無人機嘅操作啦，或者係現場環境有啲乜嘢係要注意㗎。第6章我哋係講關於 airmanship 一個飛行員嘅操守，唔係淨係講緊你作為一個飛行員，而係講緊你哋成個團隊裏邊究竟有啲乜嘢嘢，我哋喺飛行之前應該要準備嘅，例如文件上面啦、心態上啦。物資上啊等等，應該要處住一個乜嘢嘅態度去準備我哋整個操作流程。去到第7章，我哋會教大家寫3份嘅文件，包括去到第日你要去進行申請嗰陣時，你要識得填寫嘅 OM
Operation Manual 操作指南啦、Risk Assessment 風險評估報告，同埋我哋嘅 Flight Plan 飛行路線圖。咁啊，呢7章裏邊咧就會包括呢啲嘢。咁啊，一般嚟講，完成晒20個鐘頭嘅理論之後咧，你仲要上一個筆試multiple choice。咁以我哋為例咧，我哋要考48條，答啱36條就為之合格㗎啦。必定要等你哋嘅筆試完成咗、合格咗啦，先至去上我哋嘅路試部分。路試嗰度咧，我哋會將佢分為5個部分㗎。咁啊，包括可能有啲嘅 oral 啦，問答一啲叫做情景題啦，飛行前嘅檢查啦，飛行後嘅檢查啦，一啲嘅飛行嘅動作啦，同埋一啲我哋叫緊急操作。咁我哋係要完成晒先至為之合格㗎。咁啊，如果合格咗嘅話咧，你會獲取一張證書。咁呢張證書咧，我哋會透過民航處嘅網站 ESUA， 無論佢哋嘅網站啦，或者網頁去遞交。遞交完咗之後咧，民航處會審批咗你哋呢個畢業證書啊，確定係冇問題啦，正式生效嘅話咧，你哋嘅證書先至會正式啟動嘅。就正如好似頭先咁講啦，如果你話對於理論上係完全唔識嘅話咧，冇問題嘅。課程裏邊咧係會同大家講解。咁但係如果喺飛行嗰邊係完全冇操作經驗嘅話咧，咁呢個牌照其實唔係太適合你。又或者更加重要嘅問題係，你知唔知道點解你要考呢個牌？呢個牌對你有冇用？呢個先係更加緊要。並唔係話而家好多人去報呢個牌，不如我考定先啦。咁我建議你就要先了解下究竟呢個牌照對邊啲人係有需要，同埋我攞咗牌之後有啲乜嘢用處，會更加重要嘅。以現時民航處嘅指引為例咧，我哋呢個牌照有效期係3年，咁啊每3年之後咧係需要重新再續期㗎。不過以而家嘅指引嚟講嚇，我哋只要喺我哋到期之前嘅4個月，我哋咧就會收到民航處嘅一個通知。咁我哋只要遞交翻1年內嘅2小時飛行嘅記錄咧，咁就已經係 OK 㗎啦，就可以 renew 㗎啦。暫時咧就冇其他嘅費用等等。咁當然啦。法例上面或者會因應時間去改變嘅，咁記得留意翻民航處嘅網站，提供翻相關嘅通知，睇下究竟最新關於個牌照嘅狀況。嗱，每間機構對於佢哋個課程嘅收費啦，同埋佢哋嘅安排，可能都有少少唔同㗎。嗱，好似話我哋嘅課程一般嚟講咧，就會有 Zoom 嘅結合啦，咁啊再加埋一啲嘅實體，咁變咗咧就更加適合一啲本身已經有工作嘅人士，更加彈性去上堂嘅時間。暫時嚟講，我哋亦都係唯一一間我哋課程係會有提供 Zoom 嘅機構嚟㗎。咁啊，另外我哋嘅價錢亦都比外面相對平少少，咁絕對唔會話因為我哋嘅價錢平啲，將證書嘅認可性咧就會受質疑，唔會㗎。我哋嘅機構同時都係喺翻民航處嗰個培訓嘅機構清單裏邊，大家亦都喺個清單裏邊去揾翻一啲叫適合自己嘅課程嘅時間啦，或者係喜歡嘅機構去進行佢哋嘅訓練㗎。雙科嚟講咧，頭先我哋提及過啦，我哋有分理論同埋飛行嗰部分㗎。理論嘅話咧，我哋一般就會喺翻個課室嗰度進行。一般嚟講，一班咧係20個學生，咁啊1對20係民航處嘅要求嘅標準。而去到飛行嗰部分嘅話咧，嗱我哋今日咧呢度身後咧就係我哋嘅飛行考試場地，位置咧喺何文田嗰度一個圍封嘅範圍去用作我哋嘅飛行訓練。咁相對嚟講咧就接近市區啦，咁啊交通亦都會比較方便啲㗎。咁一般嚟講，理論同埋考試咧，我哋都會喺翻呢一區附近進行。咁當然啦，因應翻班次嘅需要，有陣時我哋增生嘅班次咧，未必會喺何文田嗰度舉行，亦都喺其他我哋叫做合資格嘅註冊嘅飛行嘅地點，或者係我哋嘅上課地點去進行㗎。理論嗰度咧，我哋係以筆試嘅形式去進行 multiple choice 嘅考核，48條裏邊要答啱36條。
如果喺你第一次考筆試嘅情況下，不幸地係肥咗嘅話，咁啊，梗係要温下書啦。温完書之後咧，你係有90日嘅時間咧，再嚟進行你哋嘅第二次補考㗎。咁啊，補考要收費嘅。咁啊，但係補考完第二次都肥佬咧，就冇辦法啦。成個課程係需要重新再重讀，兼且係要另外再由頭讀過㗎嚇，要睇翻個 attendance 㗎嚇，呢個要注意。至於飛行嗰部分嘅話咧，我哋有提及過，飛行其實我哋有分5個嘅 section 㗎。咁如果你係肥佬某個部分嘅話，就只需要補考翻相對應嘅部分，例如好似話我哋喺緊急降落嗰度出咗事嘅，或者 oral 嗰度出咗事嘅話咧，你只需要補考翻嗰部分就已經可以，唔需要話成個流程由頭再考過嚇。咁一般嚟講咧，除咗第一次考完之後咧，仲有2次嘅補考機會都係有收費嘅。咁至於時間方面咧，我哋可以同大家去夾，因為我哋每個月都會有定期嘅考試啦，同埋考核。咁啊，考試咧係會用呢一部 DJI Phantom 4。咁啊，點解會揀呢一部機咧？其中一啲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考試某啲嘅動作咧，係要求大家以姿態模式去進行飛行㗎。咁所以咧，我哋會用呢一部機俾大家喺飛行嘅過程裏邊會切換你哋嘅飛行模式，可能由 GPS 切換為我哋嘅姿態模式去進行某啲嘅動作。所以考試咧，我哋係會用 DJI Phantom 4。咁至於你話可唔可以帶自己嘅機咧？係唔可以㗎。我哋考試會提供翻無人機俾大家去進行一開始嘅試機啦，同埋進行考核嘅動作㗎。理論嗰度究竟係中文定係英文啊？好多人會問呢個問題啊！我哋嘅課程係會以廣東話輔以英文去進行我哋嘅解釋。我哋嘅課程嘅教材裏邊咧，都係會中英文夾雜，因為始終咧去到無人機或者係一啲叫航空理論知識咧，好多嗰啲英文嘅 short form 喺嗰度。咁所以去到就算係去到筆試或者係我哋考路試嘅話咧，我哋係同樣都會有中英文去俾大家去選擇或者係作答㗎。咁啊，去到考試之前，你可以決定究竟我應該考翻中文卷啦，定係英文卷都可以嘅。嗱，上面嘅 Q&A 咧，應該解答咗一般人佢哋嘅問題㗎啦。咁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問題嘅話咧，歡迎就寫個 WhatsApp 咁啊，或者係寫個留言俾以下嘅網址，咁我哋咧係會幫大家去進行解答㗎。咁啊，隨住而家嘅法例嚟緊會有新法例嘅生效，我哋都會因應新法例去同大家去再解釋下未來我哋成日講嘅低空經濟嘅發展，呢個牌照對邊啲人係有用嘅。咁啊，留意我哋下一集講關於無人機嘅法例同埋低空經濟嘅發展嘅咯喎，下集見，拜拜。